大家平安欢迎在每周六晚上，我们都能够同一时间一起来敬拜赞美神。邀请你将你的手机转为震动或转为静音，也在我们在今天晚上当中，也将你旁边会影响你聚会与神亲近的时间的东西，都能够暂时先将它放下。我们在一起敬拜、一起领受神的恩典以前，我们先一起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愿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教导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在神你的真理与福音里面。主啊，我们是神你所造的人，我们可以透过亲近你，得着生命的亮光、生命的粮食。主啊，我们愿意领受这份福分，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学习归向你，得着神你所赐给我们满满的福气跟恩典。谢谢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更乐意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将我们的生命摆上。我们看待世上的所处理的事情，我们要更有智慧，让我们学习在面对生活能够有智慧，面对挑战能够有能力，面对困难我们更有信心来去迎接。愿神也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神所赏赐给我们的丰盛与大能，也能够成为神你所祝福的儿女。谢谢主，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神，也将我们晚上的聚会完全的恭敬仰望。特别在这中秋佳节节期的时候，我们依然来到神你的面前敬拜神、赞美神，将荣耀归给主。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也要因此而得着神你的赐福。谢谢主，我们将以下时间交托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荣耀神，就是透过我们的生命，无论是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我们都能够在神的面前跟主说：主啊，我生命虽然不足，但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交给主，让神成为我们的力量，让神保守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我们的主，顺服在他的面前，得蒙恩典与福分。当我发现自己的不足，将心头的重担交给主，有你陪伴，就算荆棘路，每滴泪水终会化成祝福。当我再次降服于我主，不再依靠自己的力气，生命主权交给主耶稣，相信顺服带来更美祝福。在困境中你赐我力量，在黑暗时刻你给我亮光。虽然黑夜漫长，充满盼望，仍把双手举起，让你的荣耀在绝望中你私下盼望，在失落时刻你与我同在。纵然失恋不断，靠主刚强，炼尽我的生命，更让你的荣耀。在我们生命里面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你流过多少的眼泪，神终究要将我们的困难化作为祝福。陪你再次降服于我主，不再依靠自己的力气，生命主权交给主耶稣，相信顺服带来更美祝福。在困境中你赐我力量，在黑暗时刻
给我亮光。虽然黑夜漫长，充满盼望，仍把双手举起，让你的荣耀在绝望处，你私下盼望，在失落时刻，你与我同在。纵然试炼不断，靠主刚强，炼尽过的生命，更让你的荣耀。在困境中，你赐给我力量；在困境中，你赐我力量；在黑暗时刻，你给我亮光。虽然黑夜漫长，充满盼望，仍把双手举起，让你的荣耀在绝望处，你私下盼望，在失落时刻，你与我同在。虽然试炼不断，靠主刚强，炼尽过的生命，更让你的荣耀。纵然试炼不断，靠主刚强，炼尽过的生命，更让你的荣耀。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无论什么样子的困难，我们相信任何的试炼要因为试炼过的生命而得着更多刚强的力量。愿主你赐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神，是在困境当中不断的突破自己，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蒙神的应许，完成你的大使命。谢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一起来了解关心我们教会的大事，也就是在我们的周报里面，我们一起来看，在我们的教会的消息。我们在下礼拜牧师要前往万荣华教会来请安募款，为我们的教会募款工作。现在我们的教会还有将近600多万哈，所以也期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关心大桥教会的建堂工作的弟兄姐妹，我们相信，当你愿意把你的金钱放在建造教会的事工上面，神也要加倍赐福于你，帮助你的产业，帮助你的事业，也帮助你生活当中去透过金钱来荣耀神。我们一起来为下个礼拜牧师以及我们的同工要前往募款的工作来做预备，也求神来预备我们的心。第二点，提摩太牧区在10月21号我们有举办一个户外的活动，也期待每一个家人、家长每一个小朋友的家长跟小朋友，如果你愿意能够一起投入我们的青少年幼童的关怀的工作，帮助这些孩子他们的品格教育，也能够让他们能够有更好的扩展，不是只有在教会，也能够透过活动能够建立更美好的关系。第三点，我们在10月22号主日礼拜后，我们有举行这个新楼社区的卫教讲座。这次的主题是预防失智，我们会一起来办这个桌游学习怎么办这个桌游的活动。也期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学习。我们在饭后我们也有这个活动的结束了我们有中午有预备中餐，也请大家能够一起同心来邀请不管是大桥里的或者是你的朋友，都能够一起来参加与会。在10月18号第4点，我们在10月18号、10月25号我们在11点到12点，教会我们有举办这个携手爱无限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我们是特别针对与区公所协办，能够来做这个有关关怀弱势有需要的这一些里民那我们教会呢也认领了32户，那也期待我们教会能够办这个
我们透过香膏的制作，当我们有机会邀请他们来到教会，我们不是直接邀请他们来到教会聚会，因为他们没办法认识教会到底在礼拜在做什么，所以我们透过能够实质上的活动来协助、来祝福。那透过这1000元的礼券来祝福这些有需要帮助的弱势里民、弱势者。那我们相信，我们也能够实践耶稣的爱，帮助贫穷的人。那愿神赐福我们，也期待如果我们有意愿能够一起来投入的志工，那请我们跟毛属会长老来做联系。那在这边，牧师要邀请各位，我们一起同心来为今天的主日，我们来做奉献。基督徒，我们用奉献来实践我们对上帝的回应、感恩，以及用我们的行动来见证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祝福。基督徒，我们也透过奉献来再次印证上帝所带给我们生命的祝福。那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你在你的家里面，也期待你能够起立，在这个时间分别为圣，神也要祝福你。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全所有奉献。献给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我将所有献于耶稣，我今完全献于你，求主赐我爱心能力，更赐我天上福分，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献给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请坐。我们依然站立，我们依然站立，一起来做奉献的宣告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第2个主题，有关神造人有什么样子的特征，就是分享主的话语以及与主同工的关系。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觉得我们也了解到，上帝造我们有一个目的，是为了我们要去管理上帝所造的万物的权柄的运用啦哈。那第2个，这也是我们上次有分享到，我们必须要成为君尊的祭司，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的来服侍神，然后彰显上帝的国度、权柄、荣耀。可是问题来了，你觉得感觉好像理解可以，你可以理解，好，这次牧师没有那个填空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这2个主题哈。你们觉得容不容易？好像可以理解，但是要做
好像有点困难，对不对？好，那为什么？我们上次也有提到，其实人很多时候都很容易犯罪嘛，对不对？享受环境，享受我们的生活，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人容易犯罪，人容易亏欠神的荣耀。那这个是基督徒的说法，可是我觉得也很非常的切身。好，我觉得这个关系为什么？因为人大部分是情感方面的管控比较难以掌握了。但是至于智力跟能力比较容易透过环境来学习到。好，我再讲一次哈，你觉得上一次我们牧师有提到一个叫做情商 EQ 跟 IQ， 对不对？那我们知道情商必须要怎么样？要大于 IQ， 还是 IQ 大于情商 EQ？ 哪一种比较好？其实我觉得观看我们的人的一生，我觉得 EQ 好像 EQ 高会大于 IQ 高了，懂吗？ IQ 虽然很重要，能力嘛，你要学习智慧、知识、能力是需要 IQ 的。可是如果你单纯只有求 IQ， 你就会发现现在很多政治人物，他们有很好的 IQ， 当医生对不对？我们现在很特别国家，我们台湾的国家，你看在上面从这个陈时中，当时候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从疫情有没有？这些人物都是医生包含现在这个总统候选人也是有2个是做医生的可是你会发现 EQ 高的，我们一看就看得出来，那 EQ 低的，我们一看也看得出来。所以你们觉得 EQ 高还是 IQ 高，哪一个比较好？ IQ 比较好，IQ 会比较好。其实是 EQ你会发现现在总统候选人有2个是医生2个的 EQ 是不太一样的可是你会发现 EQ 高的人，他是比较不容易怎么样，随便 murmur 唠叨抱怨环境，这是 EQ 高的人才有办法办得到所以 EQ 实际上必须要大于 IQ， 我觉得你的生活才不会怎么样，才不会无趣才不会觉得都是充满了什么，充满了能力的要求所以而且你也不会因为能力不足而感觉到难过了。所以 EQ 足够高的人，他会怎么样帮助他的 IQ 智商会越来越提升所以 EQ 很重要，情商能力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其实你会发现这2个主题里面，为什么上帝造我们的目的，我们必须要去做管理，我们也必须要做一个服侍者、君尊的祭司。为什么那么难？其实我们需要重新再去定位上帝造我们的生命的这个价值这个重心到底在哪里？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看《申命记》32章9到10节，上帝的话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耶和华的份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就是雅各。耶和华在旷野之地，在空旷野兽吼叫之荒地，遇见他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就如保护眼中的瞳人。哇，这句话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上帝眼中的瞳人，我们很重要，对不对？那我们要知道第9节他说什么？耶和华，因为耶和华的份，什么是耶和华的份？这个份叫做我们是上帝所拥有的一部分。这个雅各是什么？这个雅各不只是就是他的产业，我们也是他的产业。这个雅各就等同于前面那一句话的他的百姓。如果你要知道为什么我是上帝的产业，你没办法理解。我不是他老鹰我也好像也没什么能力我要服侍神，人家牧师一直叫我要去服侍神，你一定会想到是你有没有能力，然后你就会觉得说我没能力所以我不需要服侍神可是你要知道圣经里面说雅各其实就是他的百姓而且我们也是他的产业甚至我们也是他拥有的一部分。所以他说耶和华在旷野之地，在空旷野兽吼叫之荒地遇见他，意思是说我们人往往都会把自己，有些时候你会就像置身在旷野一样，荒野一样，反正我离那个上帝越远，上帝没有注意到我，
牧师没有注意到我最好了，不要把我放进去服事的禾场里面。可是上帝告诉我们，上帝会环绕在我们生命当中，看顾着我们，保护着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啊。好，这个眼中的瞳人是什么？是人身体当中敏感而且受保护的重要部分啊。而且比喻什么？比喻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关心跟保护，看作为至宝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活出上帝造我们生命的特征？我刚讲的那几个重点，其实往往是因为什么？我们从圣经节就告诉我们了。第一个，你有没有认定你是上帝所拥有的儿女？对不对？就好像我们会说，你是大桥教会，你是教会的一份子，你必须要把我们看作一家人一样啊，你就是我们的一部分啊。所以不要把自己当作局外人啊，你要知道我们是上帝所拥有的。第二个，我们是他的什么产业？第三个，他说什么？上帝是关心我们的，他是看我们是宝贵的。这三个重点，你有没有看到？所以我自己我非常喜欢这个20世纪中国教会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人，叫尼托生。那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上帝应许的话，像现金款一样啊，是可以拿来用的啦。意思就是说，你相不相信上帝应许这句话？如果你要把上帝的应许、上帝的祝福，就像那个现金款，上面一个现金款，人有现金的时候，感觉就是一种什么拥有嘛，对不对？就是我可以去用嘛。如果你没有现金款，你每次都是开空头支票，说我想要买车我可以开支票给你，可是你根本就没有钱啊。所以人要知道每一个信徒要知道我们是领受上帝应许的话你有没有相信上帝的应许是会祝福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上帝造我们的特征啊，你要去分享神的话呢，你要去与主同工，你要先知道一件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实的蒙福啊？你要知道，你的生命是领受上帝应许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谈论这两个重要的特征。我们要谈论上帝造人的第二个特征：分享主的话，与主同工。你必须要相信上帝的应许的话。上帝的应许的话在哪里？不就是你要分享主的话吗？分享主的福分吗？对不对？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说传福音很难？来，我们再回过头来想看看，为什么基督徒他觉得传福音很难？就是因为他没有真正去领受到上帝的应许，在他的生命里面会带来祝福啊，懂了吗？所以他没有办法理解，也没有办法去体会，上帝会大大祝福他的家庭，是透过他时常去传讲他的话语。所以我觉得，基督徒时常都是遇到了困难，才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再认识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很平安，你是一个非常领受神的恩典跟祝福，你的身体健康也都非常好，我期待你一定要学习，能够有机会不仅能够分享神的话语，你要与主同工。所以感谢主，我们的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虽然人不多，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至少都有一份服事的工作，不管是招待，不管是敬拜团，不管是我们的音控，或者是任何小组的工作，每一个环节都有非常重要的人，大家都一起在合作。所以我们要了解，为何上帝造人要分享主的话，与主同工？为什么？第一个，你要知道，上帝与人永远同在，对不对？那我们要知道我们有没有上帝同在重不重要？重要啊，因为很平安嘛，对不对？可是问题来了，上帝既然与我们同在，那到底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是要跟他有合作的关系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一个教会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成长跟突破，往往是因为这教会里面的人，他们无法一起合作来服侍神。所以我们要小心
在教会里面，你有机会成为一个长老、执事或者是一个服侍者，你一定要好好的把你的工作做好，不能够松散，不能够因为你家庭的困难而忽略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你反而应该要把上帝与你同在的这样的关系放在你的服事上，甚至在你的家庭产业里面。所以优先顺序一定要先搞懂，我们是与主同在的关系，而且是同住的关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什么是与主同在的关系？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18章9节到10节说：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沉默。有我与你同在，没有人会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许多属于我的人。哇，这句话，你知道保罗他是为了福音，为了传递福音好消息，甚至是为主而受难的。可是上帝却是在异象当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啊。可是我们现在传福音有像保罗这么困难吗？有吗？好像没有吧。你现在传讲会被抓吗？不会吧。现在台湾应该还蛮民主的，蛮自由的。可是如果你在中国说你们不能够跟随那个维尼熊，还是说跟随我们的领导者如果你是这样子讲你可能会被抓走嘞。你要知道在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一个非常自由民主的环境下，可是我们却忘了，上帝却时常在告诉我们，我们是要去讲，不要沉默的。可是我们却是选择用沉默的方式。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怎么样跟主同工合作的关系很重要。各位弟兄姐妹，上帝如何让人去经历到从无到有，从不可能到变为有可能，没有希望到有希望，从没有生命的枯骨而让它重新活过来。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有很多故事都看得到，可是我们却应该要知道，这些都是与主很重要的关系的印证。所以呢，上帝照样在借着与人，不管是同住、同心、同行的关系里面，再带出同样的这种果效。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罗马书第8章28节到30节。我们知道，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就是他按照自己的旨意呼召的人，都得益处。因为上帝预知他们，把他们预先拣选出来，使他们跟他的儿子有相同的特质，好让他的儿子在信徒大家庭中居首位。上帝预先拣选的人，他呼召他们；他呼召的人，他宣布他们为义人；他宣布为义人的人，他让他们分享荣耀。你看，我相信你看懂了。第一个，他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他说什么？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就是他按照自己的旨意呼召的人都得益处。我们要知道万事互相效力是什么？万事互相效力是向什么人效力？是向着什么人在效力的？不是向一般人是向谁？爱上帝的人。意思就是说，假设我们有人是穷人，可是他爱上帝，他有困难，他会不会得到帮助？会。可是如果一个穷人他不爱上帝，他就算听到了，他也不愿意，他就是沉浸在自己的贫穷里面，非常的苦恼自己的生命。你觉得他的生命有办法得着祝福吗？很难，非常难。甚至有可能会还没受到祝福以前他就自杀了。所以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什么是万事互相效力？是向着那个爱上帝的人效力是使爱神的人得着益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领受这个福分、这个福音重不重要？非常好
信徒有一个危险，他抓住了圣经的应许，常常有些时候，我觉得有些时候连信徒也只会顾着前面呐，只顾前不顾后啦。他只要享受权利，他没有尽到义务。注意我们要一起来看为什么他需要义务？为什么他需要去尽到这个义务？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爱神的人也需要有他的义务，不是只有单纯去领受祝福。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应许都是有权利跟义务两面。你尽到义务，就能享受到权利。我们要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就是一个权利啊，对不对？对呢。穷人有没有权利？也有啊，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因为他爱上帝嘛，对不对？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就是一种权利耶，基督徒很好的权利耶，不是吗？因为他爱上帝，所以当他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教会有没有那个急难救助金？有呢。我们现在还有跟1919这个救助协会联系以后，如果你是真的有困难，你也不妨私下你也可以去请教这个赎会长老。假如你真的在生活上真的连吃东西都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可以真的去好好去了解我们现在这个1919救助协会的工作在做什么。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因为这是万事互相效力的权利。所以万事是什么？是一切的事情，宇宙当中一切发生的事情，在你身上的本身就是会互相效力，就是因为你是爱神的人。所以互相效力是什么？叫做相辅相成的关系。不管好的坏的，顺利的不顺利的，一切都会互相调整协助，彼此帮助。所以我觉得爱上帝的人自然就会互相帮助效力，而且呢会得着生命的什么？生命的益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教会这个携手爱无限，我们在10月25号、10月18号，我们在礼拜3在11点到中午12点的时候，我们也会举办这个很重要的这个陪伴这一些弱势。我们认领了32户嘛，我们认领32户，我们会透过这个时间，假如你有意愿，你可以一起来参与的，做志工的，牧师也期待你。我们会透过陪伴他们一起来做一个简单的这个香膏，来祝福他们，然后顺便让他们介绍教会，介绍关心他们的人，介绍我们这个团体。我们知道教会这个团体是平时都可以来的，而且可以领受到很好的祝福。所以我们透过这样两天的因为是大桥礼跟安康礼，所以也期待如果弟兄姐妹有乐意有这样的心，我们可以一起来参与的，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认识。私下我们可以找我们赎会长老来了解。好，那我们要知道，我们教会现在我们有几位已经有认领了所以牧师也期待，假如你乐意也一起来认领的你可以省下你买饮料的钱，或者是买下你娱乐，有些你必须要花钱在娱乐事情上面的，你可以把它省下来，然后祝福有需要的人。我觉得这是蛮棒的一件工作。所以我们一起在认识我们的信仰当中，其实很重要。就像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环境有很多人在经历一种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一种环境。这礼拜我在带我的孩子，那一起在看一部这个公视这是公视的节目，它是我的爸爸是流氓。其实它是出自有一本算是图画书这是真的一本书，生命教育的书。那这本书它讲的是他的这个爸爸本身是流氓，那他从小的时候他的孩子是给关公这 K 进来，所以呢这个爸爸他本身行为也不是非常好，可是他却有一个孩子品性兼优，而且非常优秀。但是他在学校就被欺负，那他的爸爸因为怕他的孩子被欺负，也带他去刺青，甚至在家里面他都是喝酒，然后闹事，跟他的太太关系都处得不好。可是他的孩子却是能够成为一个品性兼优的孩子。所以我看到当我知道我们现在的环境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孩子跟青少年，都是在这样的家庭里面长大。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也期待我的孩子以后遇到这样的朋友同学，
我也期待他们有机会能够认识这样子的人，有机会也能够跟他们接触，而不是排斥他们。好，所以牧师带着我的孩子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牧师娘也跟我讲说：“你怎么让孩子在看这个？”哈，那一开始他那个爸爸就骂脏话，然后讲了很多。我说：“这个没什么，这个就是一个环境，我们拥有的人，他们正在做的事情。那我觉得我们不要刻意太多的好像禁止或排斥他。”哈，那牧师也了解到，其实在我们现在有在做1919陪读训练的哈，这是在澎湖的北部。好，澎湖的北部有一个叫做这个叫吉贝对，吉贝岛。那这个吉贝岛屿非常小，那里面的所有的这些渔民呢，他们可能大概工作3天，可能又要休息工作1天捕鱼，可能就要休息2-3天，因为他们都必须要看海象来出船捕鱼。所以在这个岛屿，它比澎湖本岛其实还要困难，人不多，可是这个岛屿里面的这个这个男性啊，几乎都是渔民啊，哈。那在这个吉贝岛里面呢，有一个故事，就是在上面有一个叫穆玲玲，好，她是一个传道师。那这个穆玲玲姐妹呢，她服务在澎湖吉贝岛，她做的就是1919的陪读班，她做了19年了，哈。而且呢，她受到这个美国一个美籍的宣教师叫白宝珠的行动感动。这个白宝珠她是一个这个宣教师，她已经非常年老。那有一次，她这个岛屿的这个岛上的这个人民就跟她说：“哇，那个宣教师啊，你已经那么老了，我觉得建议你要不要回去美国去受治疗了。不要在我们这个岛屿也偏乡，然后又非常困难的一个地方。”那这个白宝珠宣教师他就说他说我的故乡在天国，从美国到天国，或者是从澎湖到天国有什么不一样？因为这句话让这个穆玲玲这个姐妹，左边我们看到这个图像，这个姐妹她在早读完这个神学院的时候，她发现她其实她去念神学院也是因为这个白宝珠这个宣教师感动，所以她去念神学院。可是她念完神学院以后呢，她觉得她不配全职来做侍奉，她还继续怎么样？她进入职场而成为一个美语老师。然后呢，在安排不同的安亲班里面呢，补教界学校里面呢，去做这个美语的教学的工作。然后他最后学习了很多经营管理有关班级的管理。经过7年这个美语的教学课程里面当中的经历，他原来是穆玲玲，他认为说自己最软弱黑暗的时期，就是他认为他没有办法像这个白宣教师一样，白宝珠宣教师一样。他却重新再回头看的时候，他发现上帝他特别预备他未来就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就是透过教学陪读班的侍奉工作。所以呢，他就后来他来到这个岛屿的时候呢，他嫁给了这个岛屿的一个渔夫啊，然后他建立了基督教浸信会吉贝教会，然后呢，他在那边设立了陪读班。可是我告诉各位，没想到这个穆玲玲这个宣教师当他正准备开始适应这个岛上的生活的时候，却迎来的是他人生最困难最大的风浪。他结婚不到3年，他先生得了胃癌，当时候呢，他的孩子不到1岁半，更没想到说先生在手术后1个多月就死了。这个穆玲玲他说，这是一段非常艰辛的旅程，却有着数不尽的恩典。如果没有上帝，他真的走不下去。他带着1岁半的孩子，陪伴这么多弱势的孩子，劳心劳力又艰难，可是他非常感谢上帝，每一次总是伸手在接住他，因为上帝的爱比风暴更大，所以他从来不退却。所以牧师要鼓励在座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节29节，爱上帝的人有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相同的体质啊。你有没有上帝耶稣基督的上帝的
儿子、圣子耶稣基督的特质啊！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你的生命有没有以基督做你的学习的榜样？还是你只是把他认定他只是救你，用他的宝血救你的耶稣基督？那不一样。你要认定，你要知道，上帝预知我们，我们是被拣选出来的，我们与耶稣基督有相同的特质，是我们要学习的目标。所以30节告诉我们，我们要向着耶稣看齐，因为有一天我们与他一样要分享主的荣耀。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神帮助我们。我知道生命当中有许多苦难，可是我觉得就像是音乐里面有喜乐的歌，有欢笑的歌，有没有哀歌啊？有，也有哀歌。可是音乐里面就是因为有悲惨的这种哀歌啦，有了他们，你才会发现音乐有动听的地方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歌曲每次都是非常开心 happy 的，其实你不会感动啊，对不对？可是就是有哀歌，会让人感触到，这首歌就是跟我的生命是雷同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看旁边那个齿轮，齿轮都是圆的吗？齿轮如果是圆的，它有办法产生动力吗？我们要知道汽车任何的机械零件，为什么它会产生动能？就是透过齿轮。齿轮就是有什么？有美感，起起嘎嘎，有角。人的生命就是有角，就是有困难。当你在那个困难摩擦当中，你的生命就会带来能力。可是你的能力怎么样把它化为生命的祝福？那才是我们唯一生命当中学习的功课。所以我今天牧师也非常感触很深。有一个马克特夫，他特别分享到，我们所学习生命信心的功课，我们要学习如何分享神的话，甚至与主同工。我们真的要学习像耶稣对门徒洗脚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但是后来必明白啊。”所以我期待，牧师也期待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你们跟牧师一起同工，你一定会觉得牧师好像冲得很快，或者是牧师好像很喜欢冲。可是我要告诉你，我期待你们都能够学习像耶稣所说的那样。你们要知道，耶稣也跟门徒说：“我所做的，你们如今不知道，但是后来必明白。”当你们有抱着这样的心学习像耶稣一样去祝福人的时候，你会看见你所做的有充满了许多的恩典跟上帝所要给你的智慧。最后牧师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段圣经节，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末了，弟兄们要喜乐，要被成全，要受安慰，要思念相同的事，要和睦。如此，那爱与和平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与上帝同在的，对不对？上帝也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期待我们能够服侍他。可是当我们愿意服侍他、爱上帝，我们就要知道什么是与上帝同在的关系。我们要知道这段圣经节，哥林多人他们缺少爱，而且呢，因为破坏人的教训和迷惑人的观念，一直在他们的社区，在他们人与人之间当中产生。所以使徒保罗他盼望爱与和平的神与他们同在，使他们得着调整和成全。所以他说要喜乐，要被成全，要被补满。成全的意思叫补满，他们原本没有的要被补满。所以保罗他期待我们的生命也能够这样子。我们是得着上帝帮助的生命，我们就要学习去分享福音，分享主的话语，甚至与主同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还觉得分享福音不重要吗？它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相信福音、认识神的话语，就是应当要分享福音，而且要分享神的话，让神的话帮助人去明白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关系，就是要与他同工，与他合作。
愿神帮助各位，也祝福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生命。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全能的上帝，感谢你怜悯我们，拣选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丰盛的福分，领受耶稣基督救赎的宝血与恩典。我们恳求你，透过你宝贵的话语所带给我们生命的祝福跟感动，我们恳求你圣灵来帮助我们学习彼此激励，互相在祷告当中相挺、相劝勉，同心服侍主，与主合作，用我们的生命来向人做见证。我们的生命是重生的，是得着得胜生命的祝福的生命，是有信心的。我们相信在未来我们的生命道路上，要能够越服侍越甘甜，尽心尽力与主同工，来传播神你爱我们的福音。也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聆听神你话语的人，每一位弟兄姐妹、家人、朋友，祝福他们在他们的教会，在他们所愿意委身的地方，能够用他们的生命来荣耀主，一起来服侍神，传递神美好的福音，让这个社会环境充满和平，充满喜乐，充满恩典与自由。感谢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主所用。求主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回应神的呼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六晚上6点半到7点20，愿主赐福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蒙神丰盛的祝福跟恩典。愿你平安。